喺深山嘅一座古寺入邊咧，就有一位好年輕嘅修行者，咁佢叫明心。咁佢每日咧都好精進、好用功咁樣去念經打坐，從來咧都唔敢怠慢自己。但係咧，佢就發現同住嘅一啲嘅師兄弟，成日咧都喺該修行嘅時候分心。咁有人咧就偷偷咁碌電話啦，有人就瞌眼瞓啦，仲有人係喺度傾偈。咁明心咧就越睇咧就越不滿，心入邊就諗：咁散漫，點樣可以成道業呢？咁終於有一日咧，佢就忍唔住去揾呢個方丈師傅去告狀。咁方丈聽完咧，就並冇去責備任何嘅人，只係對住佢微微一笑。咁對住明心講：聽日嘅早課，你就拎呢個裝滿水嘅杯去圍住佛殿去行3個圈，記住水唔能夠流出一滴。咁明心就一頭霧水啦，咁都依然咧好恭敬咁去接咗個杯。咁於是第二日嘅早課，咁明心咧就雙手去捧住呢個水杯，好小心翼翼咁樣去行。咁第一步咧，佢發現自己一定要全神貫注啦，連呼吸都唔敢用力。咁行到一半嘅時候，佢突然間就諗起：咦，會唔會有人喺度傾偈或者玩電話呢？咁但馬上咧，佢又即刻緊張，一緊張嘅時候咧，就爭啲倒瀉。咁最後一圈嘅時候，佢根本就冇時間去東張西望，咁眼入邊只有呢一杯晃動緊嘅水面。咁到行完第3個圈嘅時候，哇！明心就一額都係汗，但係咧一滴水咧就冇灑到出嚟。咁於是佢就好興奮咁樣去見方丈，就話：師傅，我做到啦！咁方丈就問佢：你行圈嘅時候，仲有冇睇到有人喺度玩手機？咁明心咧就突然間就恍然大悟，原來自己全程望住個水杯嘅時候，根本就冇注意過旁邊嘅人。咁方丈咧就同佢講：修行就好似捧住呢一杯水，一心不能二用。咁你如果嫌人哋唔專心，但係你嘅心咧又何嘗唔係因為評判其他人嘅時候唔專心呢？而真正嘅專注係向內去睇，與其去檢視其他人，不如守好自己嘅心念。所有嘅評判都係一種嘅散亂。當你去指責人哋唔用功嘅時候，你嘅心早已經就離開咗修行。修行就係自己嘅水杯，灑唔灑水只有自己知道。未見己過先見人非，係修行最大嘅漏氣。而修行嘅關鍵，與其分析其他人係咪修行有偏差，不如反問自己：我嘅起心動念係咪清淨？